郭芬議員。多謝主席。咁啊，水係市民好重要嘅基本保障啦。咁的確發生咗黑點事件咧，令到皇后山同埋山麗苑居民咧都係好困擾同埋憂心啦。咁我哋都感受到政府嘅重視，包括特首開咗工作會議啦。咁4項指示10項嘅措施，局長亦都落到去現場咧，去考察點樣去做一啲嘅溯源嘅工作。咁今日見到個主體答案裏面都講到本來就局長話係要今年內去換嘅，咁但係都係急市民所急啦。咁7月初咧就可以即時係停咗呢一段嘅即係瀝青嘅水管，係換一條臨時嘅水管去用住先嘅。咁但係呢個係好嘅。咁但係到今日咧都仲有市民同我講呢啲水裏面咧有黑點。咁我估計咧可能都同一啲嘅殘留物係有關嘅。咁政府話溯源嘅工作啦，咁除咗係嗰個源頭嘅瀝青水管之外咧，我想了解下其實個專家小組有冇辦法去評估下而家嘅殘留物仲有幾多，喺邊啲位置，究竟要用幾多嘅時間咧，先能夠完全沖洗乾淨呢啲殘留物，令到啲水咧係唔會再出現黑點咧，係令市民安心嘅。局長。主席，我哋而家的確咧都係收到好零星嘅個案，就話個水龍頭咧有一啲出啲水，可能積聚咗一啲黑點。其實每逢收到呢一啲嘅個案咧，其實水務署咧都會要求咧進入嗰個用戶嗰度，咁幫佢睇下嗰個情況是否因為係瀝青嘅沉澱物啦，定係因為個水龍頭本身都有一啲嘅污跡喺度嘅。咁無論係點樣，我哋嚟緊交俾呢一個食水安全諮詢委員會嘅報告，除咗交代我哋認為嗰個源頭同埋事件嘅原因呢，其實我哋都會講過去我哋點樣清洗咗呢啲水缸，嚟緊仲可以做啲乜嘢嘢，包括早一個時候呢，其實已經派咗嗰個管道機械人呢，係去有關嗰個瀝青塗層水管睇佢入邊嘅狀況。咁我哋交俾諮詢委員會嘅報告呢，都會交代佢入邊嘅狀況。而初步呢，其實委員會嘅主席同埋專家小組成員都同我哋提過，就算完成晒清洗呢啲水管水缸之後呢，其實都可以安排機械人入去，不過就要停水一陣間，睇下個缸底仲有冇積存一啲嘅瀝青喺度，不過黐得好實。咁呢一個呢，我哋往後同諮詢委員會傾咗之後，等佢哋睇咗個報告呢，我哋都會全面跟進嘅。